来看宜兰关节姓林的查甫人，昨透早亲像啉酒醉哦，伫路边乌白斩乌倒摆，后来又搁驶车伫宜兰市民环路甲泰山路口启动着停伫路边的7台乌倒摆，甲1台轿车。后来人嘛，互警察抓起来，酒测超标，阁是累犯，嘛已经以公共危险罪甲伊上班咯。 监视器翕到姓林的男性，甲电话卡的机车直接用手救护倒，搁到边仔放药。受害民众发现了后，应该甲监视器搭伫网路，感觉莫名其妙。我们才想说去调一下监视器，看为什么摩托车会倾倒这样子。是，对，然后所以才发现是那个有人去破坏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有点莫名其妙。受害民众的厝边也发现，这个涉案的男性随驶车落跑，无偌久，警方就接到报案，宜兰市民环甲泰山路口，一只汽车弄到路边7架机车甲1架轿车，驾驶是受到轻伤。先生，你还好吗？你脚受伤吗？ 警方到场调查，发现肇事的25岁姓林男性是食酒赛车，转以公共危险等罪嫌上班。警方获报到场后，对驾驶施以呼气酒精浓度检测，驾驶人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。 经过了解，姓林男性酒测有0.69，而且毋是第一届食酒赛车。根据监理站的统计，宜兰县目前公告的直食酒赛车的人，名声已经有709个，数字继续增加。那如果是3次以上者，就会按前次违反的相关法者再加罚新台币9万元。那当场都会做保管车辆，把车辆移置走，吊销他的驾照。宜兰监理站表示，统计宜兰地区一直犯食酒赛车的人，今年1月到11月有379个人，比去年同期是465个人，是减86个人，比例大约是18.5%。呼吁民众若10年以来第2届食酒赛车，依法地公布违规人的名声、相片甲违法事实，千万唔通食酒赛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